網友推介位於離上海市中心40公里嘅廣富林遺址裏面嘅一間600年古建築活化嘅咖啡店，叫做山吉堂。雖然網上睇咗流水天井嘅相，但係現場嚟到真係俾佢嘅精美程度震撼到。呢間咖啡店利用咗修復嘅徽派古建築風格，白牆黑瓦嘅外表，室內有精美嘅木雕天井同埋傳統裝飾。嚟到呢度嘅遊客可以體驗到喺百年木雕天井下面飲咖啡嘅意境，都幾詩意下㗎。咖啡店有2層，好多坐位，每一個角落都好放鬆。店裏面賣咖啡、茶同埋非咖啡類嘅飲品，價錢大家可以參考下我哋嘅埋單單據。嘢飲不過不失，但係氛圍幾好，見到好多遊客都喺度閒談、玩啤牌、影相打卡，都幾放鬆下。如果有機會，建議大家都嚟呢度 chill 下。飲完咖啡，有時間仲可以行下廣富林文化遺址。呢個園區仲有文化展示館、寺廟、好多餐廳同埋其他咖啡室嘅選擇，夠大家玩半日時間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